今次為爸爸媽媽推介一間珠海嘅親子酒店，兩大主題親子房間可以滿足晒鍾意唔同主題嘅小朋友。酒店仲貼心提供親子房禮物同埋兒童梳洗用品。位於5樓嘅悅翠營就係最適合帶小朋友嚟放電。夏日炎炎想消下暑，就要嚟游下水啦。水深1.2米嘅泳池，小朋友玩得開心，爸爸媽媽都放心。爸爸媽媽仲可以選擇嚟呢度做運動或者瑜伽。酒店嘅1日3餐都各有特色，自助早餐係經典嘅營養配搭，午餐就可以望住開放式廚房，無限任食點心，好適合平時鍾意飲茶嘅爸爸媽媽。自助晚餐選擇非常多，特別推介呢個1人1鍋嘅小邊爐，乾淨又衛生。親子房 package 仲會包埋國家地理探險家中心嘅門票，距離酒店5分鐘路程就到。酒店接駁巴士都好方便，想去長隆玩或者搭車返香港都可以揀佢。